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下面陈伟平。咱讲武汉肺炎全球咧炭烧，这些所在拢变做是重灾区。到底这个武汉肺炎起源是倒位，也无明确的这个答案。但是咱讲新型冠状病毒，这个大流行就亲像一场战争共款，当来改变人类的这个生活。大家拢希望会当食饱治，身体会当健康，但是人的一生会拄着疾病，人类的历史嘛相同，咱会面对着疾病、瘟疫的这个流行。人类甲疾病这对抗是毋捌停过这个战争，这回要带大家来回顾人类历史来头顶这个传染病。咱看到副总统陈建仁，伊过去就是公共卫生的这专家，伊讲传染病和世界历史来改变，亲像微生物带菌，亲像这个焦症，或者互人叫做是中古世纪黑死病尸体飞弹。另外，咱嘛讲到这个出魔哦，就是讲在西班牙人迄当阵到南美洲的时阵，一直无法度拍赢阿兹特克帝国，但是有一个水手，因为得到魔，伊靠看养病时阵不幸来过往。这个阿兹特克这个帝国一个小朋友就看讲，这山水水摕去去这个城里内底，结果是规个城内底3工之内拢得到这个魔。所以西班牙内部这个部队哦，都免烧战，都来赢到这场战役的这个胜利。来讲到这个台湾，这个讲到潮旱热啊，这个发生过去这个疾病嘛，比台湾人害死更较侪日本兵。更较近代，咱讲到 SARS 也是 Ebola H1N1 所引发的疾病。今日透过节目，咱要好好啊来回顾一下。世界卫生组织 WHO 总算伫2月时间3月11正式宣布，武汉肺炎已经成做全球性流行病。We have therefore made the assessment that COVID-19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 pandemic. 按照 WHO 的管理，以流感来讲，病毒散布到2个地区，就会当讲是大流行。武汉肺炎病毒虽已经传到4个地区。Calling it a pandemic does not refer to the degree of the severity, but rather it refers to the degree of the spread. And at this point, COVID-19 matches that definition of a pandemic, and it is a call to action for everyone. 历史上造成全球大流行的疫情，有14世纪的鸟车症、19世纪末的天珠、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1981年的 AIDS， 以及2009年人工猪流感的 H1N1。严重的流感疫情，像西班牙流感，就走4000到5000万人的性命；1957年的亚洲流感造成200万人死亡；1968年的香港流感造成100万人死亡。18年前爆发的 SARS 致死率有10%到15%，伫台湾甚至悬到20%。武汉肺炎病毒目前是4.5%左右，但是对于慢性病的老大人来讲，致死率是非常的高。记者综合报道。疫情也咧炭烧，咱讲来回顾传染病历史，安怎改变人类历史哦？首先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陈秀熙。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会长你好。第二咱邀请台湾史研究者陈立航。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哦是咱研究这个密播的这个专家哦，中原大学生科系副教授陈怡玲。大家好。是哦，咱今仔3位来宾拢姓陈啦吼，代表咱这个姓陈人真正是伫咧各方面拢真强卡啦吼。首先，咱要先请教副院长啦吼。其实咱讲传染病改变着全球这个历史啦吼。历史上你感觉倒一个传染病对人类历史改变上济？我感觉传染病其实对咱所有世界的人类来讲吼，我感觉有4种病是影响上大啦。是。伊迄就是古早人讲的国际检疫啊，迄就是天花啦吼，甲迄个鼠疫，日本人讲的马拉瑞，嘿，搁一个霍乱，是，这4个是过去全世界拢大家大流行，所以咱今仔日讲到迄个新冠肺炎，就是讲是安怎伊变做大流行，大家会感觉真严重。你过去来讲，这4项是真大，甲加上落尾。咱看到的世界大流行的这流感，是，我感觉这是目前传染病对全世界的生活影响上大，嘛改变上济，改变咱的交通啦，
这个传，迄个包括这个咱的轮船啊，这全部拢是或者的检疫来影响到。是交通上嘛受到影响啦，啊，讲有啥物款的发明，有讲预防性发明、药物的发明，咱等下嘛是会好好来讲。所以咱先带大家来看讲哦，这个史上大规模这个传染病，头拄也讲鸟鼠仔症啦吼，就是讲这个鸟鼠仔咧，因为这个菌啦吼所引起的这个疾病，过去伫咧欧洲啊、亚洲有3摆的大流行哦，迄个。1世纪甲6世纪之间哦，咱看到14世纪甲17世纪中间嘛是有一道。另外咧，19世纪诶，这个尾期嘛是有一道啦吼。这个病呢，这个鸟鼠仔症啦吼，会致使着你的皮肤有这个黑斑啦吼，啊，互人叫做是黑死病，啊，造成着中世纪欧洲有2500个人来死亡。另外，咱讲着这个出猪啊啦吼，因为这个病毒引起的人传人的这个高死亡率哦。啊，买手你会看到讲哦，伊可能会留一寡这个一寡疤伫这个身躯顶啦吼。啊，上早死者咧差不多是3000年这个部分啦吼。讲埃及的这个法老王伫遮吼嘛得到这个部分啦吼。啊，估计伊统计吼，差不多已经上万年啊啦吼。啊，18世纪的时阵才有种这个预防蛇这个部分。另外，咱讲是这个寒热啊吼。分布伫即个热带、亚热带即个流行疾病啦吼，啊是单细胞即个瘤丸糖即个蠓仔来做传播吼。10世纪日本甲新生罗马帝国即个部分即个黄色的即个成员，甲中世纪哦，咱讲新剧即个作者但丁哦，嘛是伫即个病毒啦吼。另外咱讲迄当阵算起来，一年有3亿至5亿人来感染着啦吼。啊，最近因为即个温室效应，啊讲即个蠓仔活动范围会较大。感染这个范围会较扩张啦吼。另外，咱讲到较最近就是讲 SARS 这个病毒啦吼，是因为这个 SARS-CoV-19，毋是19啦吼，就是迄当阵2003年的时阵，共款嘛是这个冠状病毒，啊伊病的症头就是会这个可能会发烧啦、咳嗽啦、咧喘气有困难、肺炎等等吼。2002年甲2003年，这全球确诊的这个病例哦，差不多是8000例啦吼。预防人员死的已经是774例死亡。上载病例是伫中国广东，尾啊咱看到这个通报吼，这个拖了半冬啦吼。所以传染病影响到济历史啦吼，死真济人，这是一个重点。有人讲，即阵的战争毋是战争，是病毒的战争。是。即阵安怎看咧？我想，这个传染病其实是一种咱伫战争来讲哦，就是讲你会当用心不战。是。所以，像怎大家对这个传染病，大家感觉一个介严重的代志啦吼。所以，你头拄仔讲到讲，像这个1世纪甲这个1世纪甲这个所谓的这19世纪这个鸟鼠造成的这鼠疫嘛吼，这其实伫欧洲来讲影响介大。是。你若会当看讲过去。咱的国家咧做这个国际的检疫，你看迄船仔入来吼，啊伊迄拢有一条蛇啊，啊顶悬拢有放一个迄个矛盾嘛吼，嘿，迄就是咧防止鼠疫啊。所以伊这就是讲，伊等于讲，为什么安尼呢？因为伫迄个中世纪的时阵，欧洲其实是定去做这鼠疫，舞一种翘起。你看，咱上有名的牛顿，是牛顿若无鼠疫，伊无法度发明微积分。这就是足有名的故事，因为牛顿咧读册的时阵吼，伊咧大学要去研究所要读硕士的时阵，拄啊去拄着这个鼠疫发生，伊足失望，走转去厝诶，发明人讲的微积分，所以这嘛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嘛。所以你看伊这个会当影响到讲，所有的传染病一定爱停课啊，一定爱教育就无法度继续办嘛。所以伊这等于就个影响到经济嘛。所以伊这个传染病几乎吼，你甲看，若是拢会当跨州的啦，就是伫看一州了吼，普通拢会变做世界的大流行啦。吼，你若讲普通，若讲伫咧若咱讲伫一州内底吼，通常伊拢是落尾拢变地方性的啦。啊，你若讲今仔日，所以伊这传染病有一个特性，就是讲伊若是跨州，伊就变成国际，国际了伊就规个吼拢会传出去，会影响啦。吼，所以这就是咱今仔日看到，就是讲为什么今仔日这个新冠肺炎大家会足紧张的，就是讲因为已经影响到5州嘛。是。哦，啊，你看咱今仔日看到的这个不管是咱讲的，就是。属于马拉瑞啊，这拢是属于咱全球性的，所以这就是讲，你若要甲对方
敌人甲伊击败吼，你足简单诶，你就甲病毒送过去。所以本来咱今仔是袂当安尼讲，因为咱诶节目来讲，是等于讲咱也是希望民众会当有迄种感觉，就是讲咱袂当甲这看作烧战啦。虽然伊是等于甲烧战的规模是共款，但是咱的文明就是无爱互这个代志发生。所以你看100年前的1918年的西班牙的这种流感，甲咱即马的这个新冠肺炎差别就是咱的科技文明，咱袂当互这个烧战发生。科技文明的增加走动的，因为这就是医疗甲这个所谓历史，甲这研究基础的这基础研究的人，以前咧发明疫苗，还发明这个药物来控制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讲吼，落尾我甲大家讲上就是讲，其实咱人绝对无比病毒较聪明啊。啊，有影吼。较细菌拢比咱较聪明，所以咱爱想办法甲伊共存。有影，甲伊和平共存。所以与其讲咱是战争，咱应该甲化敌为友啦。啊，改变做是朋友。这是我的多年来吼，这个因为我过去原来伫 CDC 做工课过啦，所以对传染病嘛有一种较奇怪的这种情节甲感觉，所以吼，该当做朋友就对。对，一定爱甲伊共存，甲伊当做朋友，化敌为友。有影啦吼，咱莫甲病毒看作是这个敌人，爱甲伊当作是朋友啦吼。咱等下搁好好来讨论讲其他这个疫情的这个部分啦。另外，咱要先来看讲，其实啊，咱讲即阵爱挂喙炎，伫咧日本时代就有喙炎啊。咱今日这个研究者吼，专门咧研究这个日本时代这个医疗史啦吼。咱就找到一本册，迄当阵就看到这个卡塔洛区头顶，就有这个喙炎啦，先甲咱消开一下。好，这个部分就是讲，偌济钱？这是分做，比如讲是，咱看这边这个吼，这是拢用碰洗做的，用碰洗做的是较俗，是90仙。90仙是即阵的偌济杯？你甲换做2000杯，2000杯，就是即卖差不多伫要2800块的日票然后差不多是600块左右的台票安尼。对，啊，毋过迄个时阵的人若是要买即个喙炎的，伊买起来是啥物感觉？啊，因为即本是1934年的出版的册嘛。是。啊，伫同时期，因为我是宜兰人，啊。同时期，宜兰公学校就是咱蒋渭水先生毕业的迄间宜兰公学校。伊即个教员的即个薪水，差不多是40-50块。啊，若是做较久的，会到60几块。是。啊，你大概会使换算看卖讲，就是伊的薪，即个90仙是伊的薪水的几倍安尼？对，几倍安尼？几分之一安尼啦。对，安尼就大概会知影。啊，边仔这是碰洗较俗。啊，边仔这是皮做的，啊，一个是正皮，啊，一个毋是正皮。是。啊，这个造型是真特殊，啊，中阁有装足侪空，就是互你会喘气。互你会喘气。对。所以当阵敢是真正用来公共卫生，还是讲冻寒较济？应该公共卫生伊是无法哩啦，啊是冻寒，啊个看起来较，比如讲较缘投是，这较有效啦，对。公共卫生伊应该是无遐强。无遐强啦吼。对。是，不过咱看到这个初期，伊是讲冻寒较有这个部分啦吼。对。啊，但是讲卫生这个部分是到日本时代也过来推广的吼。对。咱头拄嘛讲到日本时代时阵有这个这个寒热啦吼，就是讲咱华语讲的这个可能是霍乱这个部分啦吼。对。这个部分，迄当阵这个概念是啥？咱讲迄阵这个日本兵。比台湾拍死较济，因为这个水土未下啦吼，所以迄当阵嘛是改变。咱讲日本时代，伊对台湾的这个公共卫生有一个粗粗的一个概念，就是讲因为水土未下，我哋台湾一定要推广到公共卫生的这个部分。对，因为吼日本人迄个时阵来接收台湾的时阵，因是派兵啊和伫台湾的全台湾和咱台湾人相战嘛。是。啊，因为其实咱台湾人和咱台湾人相战。战死的人其实真少，大部分呢都是因为得传染病过身的，因为
迄个时阵台湾的，比如讲伊的鸡啊，你若边仔来，你就会看到猪啊、鸡啊伫鸡仔路顶个安尼走来走去。有的时阵边仔若是有一窟水，猪仔无一定就是伫水遐放屎。简单来讲，就是真垃圾。是。日本就是因为伊若是无推sát医疗卫生，根本上伊的即个统治台湾，伊会真危险啦。对因为你医疗卫生若无创好势，你过来你的规个产业，你规个一个台湾的经营拢会出问题。是。所以讲因一开始其实建设，比如讲卫生政策是真侪方面啊，比如讲伊伫全台湾成立足侪间的病院，譬如讲台北病院、宜兰病院、台南病院、高雄病院等等。伊嘛伫医疗人才方面，伊就是成立一个总督府医学校。其实总督府医学校进前，还佫有一个叫做托人医生的即个养成所。咱头拄仔讲即个总督府医学校，就是即马台湾大学医学部的前身。是。伊即马校区就是伫仁爱路边，即马仁爱路就是边仔还佫有伊迄间1913年起的迄间以前总督府医学校的因的迄个上课的所在。是。譬如讲，咱知影蒋渭水先生、杜聪明先生，甲台南的韩石泉先生，因拢捌伫遐读过册。是。因为是安怎日本爱特别伫台湾成立医学校咧？因为伫台湾成立医学校，培养台湾人做医生，其实比起因为日本叫派医生来，安尼为日本派医生来安尼袂好。水土袂下，对。水土袂下，是成本较悬。成本较悬。日本的医生可能亲像兵仔都伫台湾不一定着病就死啊。真侪原因啦。是。对。所以当阵就是讲，咱过去台湾的这个卫生环境无介好啦吼。对。初之期，咱会当看到日本政府伫遮推动着这个公共卫生，亲像讲这个自来水道啦，还是讲这个你爱去做一寡这个防疫观念啦吼，这个部分豆去推测啦吼。咱个讲当这回疫情啦吼，看到全球疫情来看，大家拢甲这个病毒吼指向是这个密报啦吼。咱嘛请到咱的这个密报研究的这个专家啦吼，咱先做伙带大家来看讲，其实哦，咱全台湾有6种密报有可能有带着这个病毒吼，但是讲台湾这个密报可能无像这个中国的密报，这个比例来讲吼，差不多有9成是会传着人啦吼，但是咱台湾差不多是10%至15%这个部分，咱先带大家来看讲吼，伫咧这个中国这个部分，是安怎这个带病率吼会遐尔悬。现身伫黑暗的环境内底，看起来真神秘。伊是全球唯一会当飞的饲灵动物密报。肺炎的疫情爆发到呾，病毒到底对倒位来的？科学界对密报一直有怀疑，因为伊的身躯顶嘛会当找到冠状病毒。台湾有37种蝙蝠，那我们实验室收集了30种蝙蝠的样本。那经过7年的测试之后，我们发现11种蝙蝠身上可以测到冠状病毒。想要检测密报身躯顶的病毒，学界常常用白色布甲喙瘾来采集为主。目前对台湾的密报身躯顶会当发现罐头核冠状病毒512、奥氏核冠状病毒1A 等6种冠状病毒，其中2种有类似感染人类的 SARS 跟 MERS 病毒的基因系列。它跟人类的 MERS 跟 SARS 还是有15%以上的差别。这些蝙蝠身上的冠状病毒没有办法辨认人类的细胞，所以它没有办法感染人类。这中间的差异呢，有可能是过去呢就是累积了一些这个突变，最后面呢在中间宿主了，再感染那个人。4年当中，我们检测了500多个案例，22个算是同属一个冠状病毒家族，其实他们基因分析是不一样的。目前我们是没有看到我们台湾监测到的冠状病毒感染到其他动物。学界甲官方检测结论真相像，台湾密报身躯顶的6种冠状病毒无法度直接喂互人，但是这50年来，全球爆发几道严重的病毒感染疫情，亲像是 SARS、伊波拉、MERS 等等，源头拢有可能甲密报有关系，互人真惊吓。不过，这寡引发惊吓的冠状病毒，为什么会当甲密报和平共处？关键是伊特殊的体质。
它在飞的时候体温可以到39到41度，就跟人类发烧一样。那在这样的一个高体温的状况之下，病毒就没有办法复制。高温情况之下，它的免疫系统是很活跃的，所以它可以把病毒的复制压到最低。另外，学界嘛发现，微波会当真紧就侦测到细胞的病变，所以较袂形成癌细胞，寿命嘛较长，有相当的特殊性。虽然目前微波的病毒无一定甲人类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学者嘛提醒民众，若是真正有拄到伊，嘛是要避免直接接触，降低所有可能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微波吼带着病毒啦吼，所以会当传吼这个人吼，咱讲过去伫咧 SARS 头顶差不多9成4，甲这回咱讲新型冠状病毒有相共的这个基因的这个序列啦吼，咱看到其实全球哦有1400种这个微波，啊台湾的这个危险病毒啊，亲像冠状病毒有这个过去的这个 MERS， 甲这个 SARS 这个经验，过去这个 Ebola 嘛有这个部分啦吼。头拄咱看到新闻片段内底有讲这个微波啦吼，这个事故啦吼，所以伊当阵体温会当差不多来到39至41啦吼，啊伊这个体温悬，吼伊这个免疫系统吼会当排除济这个病毒，会当甲伊共存啦吼。这个共存，头拄我嘛问这个教授讲啥怎，伊就袂甲太好死。因为蝙蝠它其实不想要浪费能源去把病毒杀死，因为它需要有很多的能源飞，所以呢，它就是把病毒压到最低，跟它共存就好了。是，甲伊和平共存就好啦吼，因为伊爱直飞啦吼，但是伊这个事故39度至41度咧下的时阵，这个体温悬会当互病毒吼卖侵入去这个鼻部这个体内，但是这个伊嘛无想要搁用其他的溃来去甲这个病毒排除掉啦吼。今日咱嘛有这个教授带到这个两个这个手板啦吼，后尾带大家来看讲，其实哦，这个鼻部会当传这个人以外，啊，佫会传哦，这个其他这个动物啦吼。其实咱透过这个图表会使做回来看，咱继续请教教授。那其实在伊波拉病毒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是有看到说它可以其实大部分有可能是从果蝠传到猩猩身上，然后再碰到人，那人跟人之间可以传染。那偶尔有看到一些案例是会传染狗，或者是说有可能从果蝠传到人。那这两个路径呢都比较少，其实最多的还是从果蝠传到猩猩再传到人的这一条路是最多的。是，所以这个较这个盛行的这个所在，就亲像是较侪这个动物的这个部分吼。那咱佫看到，其实这个 SARS 跟 MERS 这个传播途径哦，有的是传到这个龟鸡吧，啊 MERS 也是传到这个骆驼这个部分哈。继续佫请教咱教授。嘿，所以2003年 SARS 的时候哈，就想要知道说SARS 是来自于哪个动物。那后来呢，是在那个野生动物市场发现果子狸可以分离到跟 SARS 病毒完全一模一样的病毒，所以知道说这个病毒是来自于果子狸。可是呢，我们到野外去找果子狸的时候都没有这些病毒，反而是在所以反而是在蝙蝠身上有。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是蝙蝠把这个冠状病毒传到了果子狸，然后在市场把它传给人。10年之后，2012年发生另外一个就是 MERS。是在中东的那个地方，那后来才发现说，其实都是从骆驼身上传给人，因为中东骆驼是他们很好的一个需要的一个动物，所以它都跟他们很亲近，然后就从骆驼把那个MERS冠状病毒传到人身上。那后来也发现说，他们的这个病毒呢，其实在蝙蝠族群也可以找到，所以最原始的来源也是在蝙蝠族群里面。所以咱会当看到，其实咱伫这个老师的这个团队内底有发现这个6种这个病毒啦吼，但是甲人类会当传染的这个部分是较少的吼，是多6种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台湾呢里面就有发现6种冠状病毒哦。这6种的话可以看到前面4种都是在蝙蝠族群里面才有，就你可以看到是高头蝠、提鼻蝠、折翅蝠跟家蝠那这个都只有在蝙蝠族群里面才会找到。唯一2个是跟人类比较相关的是 MERS 跟 SARS 这2个呢，其实他们的序列跟人类的 MERS 跟 SARS 也有15%的差异，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去感染人类的细胞。所以虽然我们在蝙蝠族群有看到这2个病毒，其实我们也不用担心害
怕它会感染我们。所以你免惊吓就对啊啦。咱来跟和平共存啦吼，亲像这个甲病毒共款，甲这个病毒和平共存吼，嘛甲这个咱讲陈副议长讲的，爱甲病毒和平共存，唔当该看作是敌人啊。不过咱搁回过头来看吼，其实这个流感啦吼，咱讲即阵可能武汉肺炎是毋是这个流行感冒化啦吼，嘛有侪讨论吼。这个部分咱嘛看讲可能是毋是一年来一届，大家去注这个预防针，就会当防止到即款的这个部分啦吼。咱带大家过来看讲，为什么这个西班牙大流感这个发生啦吼？其实伊这个大流行是伫咧1918年甲1920年代啦吼，是全球性这个流行，差不多有5至6亿个人感染，死亡率差不多是2.5%，加这个5%啦吼。所以世界人口有17亿，迄当中差不多有5000万人死亡。若是第一次这个世界大战吼，是几啊倍啦吼。咱讲这个疫情源头看法，这个有差啦吼。大家有人讲是这个西班牙流感，或者是西班牙流感是来自这个西班牙，但是冇人讲是英国、美国、中国拢有安尼一讲法啦。等这个请教教授到底是伫倒位啦吼。后面咧有观点就指出讲咧，因为当阵这个西班牙疫情上严重啦，差不多800万人受感染，所以咧迄当阵叫做 Spanish flu。当阵另外一说就是讲吼，迄当阵是这个第一次这个世界大战啦吼，双方拢严格管制媒体，敢若迄当阵中立国西班牙报道较济，所以造成西班牙疫情严重这个悬感。另外，伫咧流行病学的这个研究内底哦，咱看到1933年英国的学者分析出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人类头一摆知影这个流感病毒是病因。另外咧，咱看到1998年吼，这个 Alaska 这个冻土冰封的这个尸体来出土啦吼，确诊病原体是 H1N1。最近就真侪这个研究出发了，针对病毒的基因序列啦吼，传染防疫机制来进行讨论。所以到底这个西班牙流感这个起源地是倒位？亲像咱即马讲吼，这个武汉肺炎起源地，大家伫遐坐来坐去，有人讲是这个美军传入去中国啦吼。到底这个西班牙流感是毋是传伫中国，还是讲英国，还是美国咧？是我想这个西班牙这个流感吼，按倒位来吼，这大家一直拢，敢若今仔日咱咧讲的讲，到底是中国，甚至有人讲是伊已经咧意大利吼，其实是就是意大利落本也有啦吼，美国安怎这等等的这种，毋过那按科学的观点来看啦，吼，其实这个西班牙流感大部分讲的拢是按美国来啦，但是因为这个当时迄个基础医学无遐尼发达啦，是，所以你无法度去知影讲伊迄个到底伊迄是因为是人为的，还是真正是迄个迄个头拄仔即个陈教授嘛有讲这是。人甲动物之间的传染病，定拢传来传去啦。阮传染病讲的就是人畜共通感染啦。这无啥物，阮其实伫公卫生，即马有一个另外一个迄个术语叫做 One Health 啦。One Health。One Health 就是意思是讲吼，这吼人甲动物吼，甲生态吼拢共款啦。所以你吼袂使跟他处理强。有影。所以头拄仔讲的这个病毒吼，这是足重要的，因为这个几乎是所有传染病来源的吼。所以咱倒转来讲这个流感啦吼，当时就是无法度，但是今仔日是毋是有法度？其实是有法度。你讲咱海基甲具，日本时代讲海基甲具就是这个结核病啦，吼，结核病你看伊美国，以前伊会当做甲讲，我这个海基甲具伊安怎产生这个变异的？吼，伊拢有法度用这个。咱讲的这基因系列定位来看讲伊前后的这个追踪的改变，所以你当然有法度看出讲，假使伊这段基因有是毋是有挑工甲弄入去，还是甲提出来，吼，互伊会产生这个会产生这样的变异啊。当然这是会当追踪啦，不过咱慢慢袂去哩啊。这人会当安尼做，伊嘛有法度反制啦。所以你嘛无法度去决定，所以我是感觉讲。真有可能，你讲的嘛是对，就是讲伫烧战的时阵，对方想要互这个烧战较紧，心不战，吼，嘛有可能用安尼，意外怎样去传染着，吼，但是我感觉这对人类历史来讲，吼，我是感觉会当讲来互大家参考，互大家了解基础，吼，基础医学的重要，但是我感觉我的看法较无共，大家毋通一直想要。周的一边安尼一直咧想这个代志，其实按倒位传拢无重要。今仔日33000人死去，
哦，3个月33000人死去，西班牙的流感3年死5000万甲1亿。是。对来讲，咱生财的价值就是无爱有这人死去啊。所以咱何必去争论讲这是按倒位来？咱紧甲这个疫情甲控制好掉，或者死亡会当减少啦。这才是咱的重点嘛。吼，啊，西班牙的流感是安尼，伊带来后壁的冲击。你看，这病毒是安怎讲？1918年了，到1933年、1957年、1968年、97年。是。你看，伊按 H1N1 开始。2N2、3N2，所以伊这就是病毒吼，伊伫这个病毒，伊这伫一段时间吼，有两种，一种就是小变异，吼，就是伊咱讲的就是讲，伊的漂移啦，哦漂移，啊一种就是讲，有大变异，伊就叫做转移啦，跟它变形共款，迄就是 DNA，迄就可能伊的遗传物质吼。重组啊，敢若变形金刚安尼啦，人个甲用做伙安尼，这种的吼，较有可能引起大流行。啊，在我看，咱要甲消灭哦，足困难的。你看咱的人类历史，按100年、33、57、68、97，实在讲真个真困难。因为伊这就是拄啊，陈教授讲的，咱你蝙蝠是一个，搁一个就是咱的家亲家属。所以阮嘛一直呼吁讲，你莫想新冠病毒，伊无可能甲家亲家属接触。伊若甲家亲家属接触，伊感染了，嘛是搁传倒来互人，搁产生降到9啊，这个类嘛，就产生3啊。像咱即摆讲2嘛，即摆就搁变3啊。哦，所以这吼，咱的人吼，要安怎甲这个病毒吼生存？其实病毒嘛咧寻找伊的快乐，所以也变形啦。哦，所以这敢若人的生活拢共款啦。我是讲。咱从流感最重要了解病毒的特性啦。有啊，咱头先嘛讲到这个。我是感觉这介重要。西班牙这流感，迄当时为什么会大流行？嘛是因为无对抗流感这个预防针啦，吼，嘛无这个仙丹来治啦，吼。所以咱这阵上重要嘛是爱找找这个预防针甲仙丹伫个啦，吼。这就是今仔流感，今仔咱进步啊，咱有疫苗无？有啊，有啊。但是即马这新冠病毒咱无啊，咱都要等伊，所以咱咧买时间呐，大家咱咧买时间，是，咧买时间。差不多按算当时的。我想吼，以美国来讲，可能我感觉像顶礼拜安尼有法度做快筛80万，我想可能我本来是预计今年年底啦，不过我感觉9月到10月应该有可能。是，因为伊咧加速啊，伊定咧开始咧加速。是有影啦吼，所以咱等下嘛讨论着，其实讲即个欧洲，也是讲即个亚洲啦吼，有啥物即回伫咧武汉肺炎，会当有法度伫亚洲，咱讲会使看到控制即个部分啦。但是欧洲也是美国遮是安怎会安尼大摊开啦吼，咱等下好讨论遮即个亚洲甲即个欧洲啦吼，即个公共卫生即个部分啦。另外，其实咱头拄嘛讲到，即个日本时代到即个肺炎，其实迄当阵嘛有一个网架真笑亏啦吼。咱等下搁请咱的即个陈研究员来甲咱说明一下，就是讲同款是即个肺炎的即个故事，日本时代即个有啥物款的即个意义伫内底，即个肺炎的网架内底。就是有即马日本时代有几个真重要的报纸。第一个就是台湾日日新报。是。啊，台湾日日新报咧，伊基本上伊的政治的立场是我日本人。啊，伫即个台湾日日新报顶悬都有一个网架，就是讲妈妈看新闻报纸讲着感冒会危险，啊，就赶紧叫家己的一个囝后生甲查某囝，紧去挂即落喙安。啊，结果因的后生甲查某囝，就去挂迄种有做兵的，就知影，就是迄种用国语讲，就是防毒面具。哦。就伊就有即种笑亏的即个红仔图。对。啊，其实即个台湾日日新报顶悬嘛是有真侪讲提醒，就是百姓讲。你什么时阵爱挂即个喙安？啊，毋过大家爱注意的一点就是，台湾日日新报会使看台湾日日新报的拢是啥物人？其实日本人是真侪，啊，台湾人是你爱受到迄个时阵教育，你爱看有日文。比如讲，会使看台湾日日新报的台湾人，拢是迄种高知识分子。对，比如讲林献堂先生，对啊，蒋渭水先生。啊，其实因顶悬就是有提醒就是百姓爱挂即落喙安，因为
我宜兰人嘛，啊，阮宜兰就是有一个，阮宜兰街啊，日本时代有一间即个宜兰戏院，叫做宜兰座，即马伫宜兰市的康乐路。啊，因为有一届就是脑炎伫咧流行。啊，迄个时阵，台湾日新报都有一篇新闻，就讲你入去宜兰座内底，因为迄个业者都会伫门口分迄种纸做的喙罨。哦，你是头拄啊，这遐贵的了。毋是，啊若是分这贵的宜兰座都会破产啦，安尼都无法度经营。是。你若入去宜兰座内底，你无挂这个喙罨，你袂使入去内底，伊会甲你赶出去。是。对，其实这是我感觉这是真有意思，代表讲伫要100年前的台湾，咱的这个台湾总督府都有伫用台湾日新报，叫咱的百姓爱挂这个喙罨。是。嘛有日本人是伫台湾日新报发表一篇文章，就是讲，这个时间是伫1941年的11月底。是。啊，大家若是有概念的，就小可会知影，因为这个时阵已经是日本时代后期啊。是。啊，日本时代初期，阮头拄仔讲是卫生是真歹，啊，可是伫日本时代后期，这篇新闻是讲，你若是感觉会寒会冷，还是你会酷嗽，你才挂喙罨就好。因为这个时阵的台北咧，因为是真清气，嘛无啥物粪扫，你无需要为着讲惊亲像初期的时阵，啊有猪仔安尼伫遐走来走去无，因为因认为讲有必要才挂。是，就是迄当阵台北即个都市啦吼，较整齐啊啦吼，啊气候嘛算也袂歹啦吼，所以毋免，迄主张就是讲即个日新报讲啊，你就毋免挂呢。是。啊，另外其实是同年即个1月2日，嘛是讲有即个专文来写讲吼，即个 mask 会当防止着流行性的即个感冒细菌，嘛在防即个脑受寒即个部分。对。因为迄个时阵，即个脑炎咧，伊不止伫宜兰流行，伊伫高雄啊，真侪位拢有流行。是。啊，有的时阵是即个脑炎是去年，敢若差不多1、2日，啊，雄雄开始流行的时阵，1礼拜就出现6个人。是。啊，因为高雄的即个卫生局都真紧张，啊，都台湾日新报都提醒大家爱赶紧挂即个喙罨。不过咧，因为日本统治台湾，伊毋是有伊的目的，所以伊变做讲爱提醒日本人爱挂即个喙罨。啊，台湾人伊就头拄仔讲的即个防疫，其实嘛是以日本人先啦。是。对。啊，所以讲，日本建设台湾，把台湾的医疗卫生用好势。是。伊毋是为着台湾好，伊毋是为着台湾人好，伊是为着家己的统治。这点大家一定爱会记。是为着日本伫台湾的统治会当较顺势啦吼。就讲你着免感染着，啊讲因为台湾可能个水土袂下，啊影响着即个统治、即个人民的即个部分吼。另外，咱要讲着其实咯，头拄仔即个咱的专家、密报的专家，咱讲毋若是即个 SARS、Ebola 吼，其实即个小狗症，即个华语讲的狂犬病。其实嘛是跟密报有关系。系啊，是安怎嘞？所以其实狂犬病的话，在北美洲跟南美洲都跟蝙蝠有关其实最严重的大概是南美洲的3种吸血蝙蝠，A 加会，然后它基本上就是去吃那个有狂犬病的感染的动物的血，然后呢，它再去舔人或者是咬到人，那就有可能把狂犬病毒感染到人身上。对，那像北美洲的话，也是有蝙蝠咬到人之后，把狂犬病毒传染到人身上的例子。那台湾的蝙蝠的话，事实上就不用担心，因为台湾的话，事实上我们做了好几年的调查，都没有在台湾的蝙蝠上发现狂犬病病毒。对，所以台湾的蝙蝠是没有带有狂犬病病毒。不过这边还是要也提醒一点，就是台湾的鼬獾是有狂犬病病毒的。臭hen吧？臭hen吧。所以呢，就是如果在
田野间啊、野外看到那个比较行为怪异的幼獾的话，绝对不要去跟它接近，因为它有可能有狂犬病病毒。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小狗症啦吼，那必保虽然这个是北美洲，但是咱台湾爱注意的是这个草hen猫啦吼，尤其咱讲伫花莲这个地区已经侵入到这个花莲市啊，过去伫咧玉里这个所在，即阵。甲人这个徛家去啊吼，走入去这个人的徛家去，都要特别注意，尤其这个小狗症是会这个传予人的啦吼。咱等下嘛好好注意。啊，尤其是咱讲日本时代是咱公共卫生较建立的这个初期啦吼。啊，咱头段嘛讲到，爱比较的是讲，即阵亚洲甲亚洲模式，甲这个欧美的这个模式啦吼。伫即回咱讲武汉肺炎防疫为虾米较成功？咱搁请教教授啦，咱即题真正做了袂歹吧？哇，对台湾来讲，咱即届我感觉就是讲即个，他拄仔讲到即个带即个所迄个喙炎，这其实伫阮即摆讲的就是防疫的一种文化啦，一种文明啦。是台湾即届就是这文明做了好啊。有影，喙炎啦，吼啊，然后即洗手啦，吼，SARS了，咱洗手这习惯真好啊。所以佮包括环境的消毒。这伫日本时代其实就知影，所以日本时代是安怎？这个马拉瑞的落尾嘛是日本时代看来的，因为日本时代迄当阵咱台湾，日本时代迄头讲影响足大嘛，所以伊这环境卫生就伫遐安尼就滋生起来嘛，吼，开始就起来。啊，所以咱即个用的模式，其实来讲的是伫台湾来讲，基本上咱有做外口动起来，吼，境外为主。啊，然后咱也有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减害计划啦，就是讲啊，大家。这个绕境嘛无做啊，吼，啊，大型活动拢取消嘛，吼，啊，然后这个人的这种迄个防疫文明嘛拢做出来，啊，所以这点就是甲这个西方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吼，啊，甲一些因拢无戴口罩嘛，因都无这种所以日本时代留落来这个文化是真正是一种文明啦，吼，因为这拄就对着这种上呼吸道的疾病就较有效啊，啊，下呼吸道疾病这拢就有效。所以伊其实上伊甲咱的想法就无共，这其实就是今仔会种下今仔日是安怎欧美的沦陷的意外的，因为伊这伫无疫苗甲抗病毒，因强的是强这啦，但是因这个防疫文明甲咱来讲有差别。当时，所以伫咧做的时阵开始就封城啊，所以封城其实我嘛甲各位讲啊，其实封城并不是一个真好一个措施。是，你若看日本时代对付传染病。真少来做封城，还是讲是安怎呢？因为你这封城时间吼爱聊好，你像武汉这病毒吼，伊伫迄个街啊吼，迄市场吼发生的时阵，得一半的时阵，你来看讲，大部分拢按市场来，早就爱迄所在就封起来，啊，就关起来，安尼就好啊嘛。吼，你免讲甲落尾规个拢封，啊，封了上万，大家走出来，所以伊就造成传染破起来。韩国、伊朗。意大利拢安尼，啊，意大利嘛是共款，伊封了就无，所以你爱讲来讲，喙炎这电脑比迄较有效。所以伊这就是讲，咱伫这个传染病的咱的想法，甲因就无共。是，所以因安尼就变做讲，因的传染吼，就变做紧。啊，咱这个传染咱有阻断，吼。啊，佮有一个我甲大家讲就是讲，恁可能拢无想到。但我有发现到，今年咱台湾，你安怎看就讲，伊甲老人家接触吼。其实无像国外遐尼严重，是安怎？因为今年台湾伫旧年拍流感的这个疫苗，拍了上悬啦。所以这个流感的疫苗是不是同时保护了今仔新冠肺炎的交叉会落尾防止肺炎的就变做并发症，这是有可能的。只是咱无去做研究，我唔敢安尼讲。只是来节目，因为。流感甲即个新冠肺炎无共，流感会当拍疫苗，你也无爱去拍，迄是你无珍惜你的生命。你看，咱若流感死去的人，大部分拢无拍疫苗。所以伊这就是讲，咱若趁这个机会来做这种公共卫生的教育，甲伊讲啊，政府就互你拍疫苗，啊，你是安怎无爱拍？啊，拍了你保护，想袂到，无可能，嘛有可能就是因为安尼保护，因为伫基础医学看到，因为伊这个病毒伫这个呼吸道的这个接受器 ACE2，这个 ACE2 就是即马这个新冠肺炎上爱连起来的所在，伊就开始就一直生落啊。所以伊这是有一点仔道理啦。只是讲
研究爱去证实啦，科学的研究爱去证实，袂当讲我安尼讲，安尼就是表示安尼。我是讲提出一种可能，有可能一种想法。直接的证据还佫去对查，只是讲这个 ACE2 啦吼，这病毒量冇互伊直接拖落去，可能嘛是一个原因啦吼。所以伊这甲高血压这个接受器是共款的，所以你有看到讲，真前仔咱咧讲意大利有啥咧讲，伊有一种迄个止痛药，就会来促进这个 ACE2，互伊同时血压降起来，共款接受器的机转，同时也造成伊。RNA 病毒吼，黏在顶管爱繁殖啊，是，所以伊这东西有一种，算讲有一种道理啦吼，包括咱即摆讲奎宁，你看，你制造马拉瑞尔，即摆会当来治疗这个这个新冠肺炎，这嘛是一种拢共款的道理，伊是种抗发炎的，诶，足重要的一种，算讲咱古人所留下来这种好的处方的处方药啦。所以这个防疫文明有亲像这个喙炎嘛，亲像这个注预防车，伫亚洲这地，甚至伫台湾吼，比美国，当然，美国无法度注这个公费的这个预防车啦吼，所以伫这地咱看到伫遮啦吼，关心也是讲关系到真济啦吼。所以这喙炎介重要，介重要，有影。日本时代初的这个概念啦吼，互建立买手伫遮啦，因为咱看到这个欧美国家。济有诶，即个华人吼，挂喙炎去用拍诶，足济即个案例出现吼。所以咱其实来看讲，其实日本时代虽然有即个大规模传染病案例，咱头头嘛讲到，亲像即个鸟鼠仔症啦吼，嘛有讲到即个马拉利亚吼，即个部分吼。其实咱即个日本政府去当阵公共卫生诶，即个制度都法度。互伊才甲控制掉，互咱即个台湾建立公共卫生的即个基础。咱佫带大家其实来看讲吼，即个鸟鼠仔症啦吼，其实日语或者是 pest 啦吼，就是英语 pest 即个发音来啦。咱看到台湾第一届正式即个鸟鼠仔症的即个报告是伫明治29年，迄当阵是1896年啦吼。伫中国厦门的即个郡啦吼，将即个鸟鼠仔症传入安平港甲台南，迄当的即个9年哦。这个病由淡水佮传入去台北啦吼，传到这个鹿港，甲全岛拢是安尼相传吼。流行长差不多有20冬啦吼。咱看到2001年的时阵，迄当阵就有3670外个人死亡啦吼。其实迄当阵这个《日日新报》嘛有记录啦吼。迄当阵记录啥？迄个时阵是每一日拢记录讲台湾比如讲。台北死偌济人，台中死偌济人，高雄死偌济人。我是伫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日记当中，捌看过咱的即个大洲埕有名的中医师，就是黄玉佳先生，伊是炸药啊去台中，就去看病。因为迄个时阵的情形是真严重，毋过就是经过总督府的即个控制咧。我个人是伫《日日新报》顶悬，若是头拄讲1918年就已经无啊嘛，对无？其实甲这了后，还佫有新闻出现，但是咧，大部分拢是，比如讲福建、厦门，甲广东、福州，迄拢含台湾就是已经较无关系啊。就是即个鸟鼠仔病，即个 pest 伫日本时代已经都无啊。即个头拄讲马拉利亚咧，虽然讲日本的统治有甲小可有甲控制掉的，但是伊完全互伊灭亡，甲就是战后就是民国54年，55年左右，迄个时阵才完全拢消退安尼啦吼，才消退。有影啦吼，所以咱其实看到即个大规模即个传染病，头拄仔嘛有讲到即个马拉利亚啦吼，即个台语嘛有人叫伊叫做落透症啦吼，因为即个菌哦引起的即个急性的传染病吼，你会伫遐流啊吼、吐啊、脱水啊等等，甚至有即个肉毒症的即个症头，有当时的致命啦吼，所以迄当阵即个大正8年的时阵嘛是中国船带来即个病源啦吼，伫台北、台南、平湖即个地区大流行，患者迄当阵是差不多3836人，死者有2693人哦，死亡率差不多甲70%啦吼，所以当阵日本内务省就宣布台湾是即个马拉利亚即流行的地区，当阵就制作一寡即个预防即个药剂啦吼，嘛爱推广来做做即个预防车，嘛办即个卫生的演讲，和即个卫生的即个知识哦较济咧吼。另外，咱其实讲日本时代过了，其实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阵，搁一届是瘟疫，搁一届
起来啊，吼，咱其实看到迄当阵日本时代，因为公共卫生改进哦，即个绝迹的即个传染病，伫咧1945年，中国政府代表民军接受台湾以后，佫开始大爆发啦吼。咱头拄讲到即个马拉利亚，即个疫情上严重啦吼，全岛。啊，另外咧，佫有即个布地区的即个事件，另外佫有台东的即个托米卡即个部落的即个事件吼，所以即即个瘟疫，伫咧国民政府可能小可无注意，也是讲中国迄当阵是疫病的中心啦吼，传来啊，其实迄当阵即个新闻报道嘛是有记载的伫咧。啊，其实咱讲即个日本时代即个疫病，还是讲日本时代即个医生吼，台湾过去甲中国的，这嘛是你研究的即个一个重点伫。对，其实。先相信观众朋友，家减拢有迄种细汉爸爸妈妈希望你做医生，啊，是安怎？不一定有啦吼。对，我嘛是啊，意思。你嘛是啦吼。对啊，啊是安怎有爸爸妈妈有这种愿望呢？这拢是日本人害的啦。因为大概伫日本时代认为讲，做医生是真好，啊会使真紧就趁到真侪钱安尼。啊是安怎医生会伫台湾好无爱做，会去中国。其实去中国去台湾医生去中国真侪位，人上侪是厦门。厦门。啊，因为话语会通嘛。是。啊，而且坐船过，以前就是清国时代都。介里边。对。啊，去厦门呢，是因为有诶当然是正牌的，啊有诶。都无牌的，无牌其实是较济。啊，因为伊无牌，因为有的人可能是伫台湾摕袂到牌。是。啊，伊原本是伫，比如讲私人的诊所去做药局生，就配药啊。是。啊，伊看伊的头家，逐工咧帮人看病，看，家己嘛会晓看。啊，可是日本时代规定讲，你若是无即个执照，你袂使看。是。你若是看，互人掠着，动罚钱，甲你讲，是喺关，拢会。啊，所以有的人就走去厦门。是。啊，因为厦门咧，迄个时阵是医疗卫生较乱啦。啊，地方虽然讲有厦门的地方虽然讲有英国病医，有美国病医，嘛有中国医生的病医。毋过咧，咱台湾人厉害的所在就是，咱就甲有的人的宣传的方法是讲。我的药钱比英国病医和美国病医搁较俗，啊，我的技术咧是比中国医生搁较好。啊，台湾人就是其实这甲密报有小可关系。以前密报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密报就是两边安尼去甲鸟啊讲啊，我嘛是鸟啊。其实是食冷动物。对。啊，台湾人就是靠安尼啊伫。中安尼生存，啊，因为厦门不时有迄种反对日本的运动，啊，台湾人就讲啊，我嘛是中国人，啊，若是日本搁转来时阵，其实台湾人伫厦门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叫做台湾籍民。啊，即个台湾籍民有足侪权利，比如讲你免纳税金。其实厦门伊地方的有的官员嘛足侪人想要摕到即种身份，有的人是靠伊台湾有亲戚，就申请啊，我嘛是台湾籍民，啊，所以讲即个台湾籍民呢，毋是讲全部拢台湾人，内底嘛有中国地方的官员，即种情形嘛。要出这个牌的对吧？对。啊，伫华南呢，抑个福州、广东拢有，啊，毋过内底是。厦门上济，啊，过来较为北边就是上海，啊，其实武汉嘛有台湾医生。我进前伫调查的时阵，我捌看过一份报告，是差不多100外年前，日本的军医捌坐船为长江入去，啊，伊迄船是开到武汉，伊船顶都有2个军医落船去做调查。啊，因迄个时阵都有调查讲，武汉的人因拢食啥物肉？啊，我有看，啊，可是内底是无密报的肉。迄当阵也无啦吼。对，迄个时阵无密报的肉。啊，毋过伊趣味的就是讲，伊有去调查武汉地方的即个病院，因地方的病院有去调查迄种美国人、英国人开病院嘛，有去问日本病院。
迄医生拢甲因讲，阮肺炎甲肺结核是因遐上传染病内底上济。上济。日本的官员嘛有发现讲，因为中国人虽然和日本人无共款，伊会甲食的物件煮好熟，再食。但是因食饭的所在，有因地碗，迄拢真垃圾。都是无清气啦。对，大家拢会做伙大锅饭安尼做伙食饭，所以讲，即个就是因若是有传染病，因即个食饭的即个习惯，会互传染病传染更较紧。对。所以迄当阵会当看到。即个日本军医入去到遐看到迄当地情形啦吼。即回若是讲 WHO 会当顺利去到遐，还是讲迄当阵咱讲12月31的时阵，去年咱就甲即个世界卫生组织有通报啊。迄当阵然后派即个台湾人去调查，可能即个咱讲武汉肺炎未拖甲遮尔严重啦吼。所以咱讲今日为虾米要回顾传染病即个历史？因为甲过去人类即个生存，还是讲对人类改变历史真正真重要啦吼。头拄仔即个副议长嘛，甲咱解说就讲，咱莫甲病毒做敌人，爱甲伊做即个朋友啦吼。所以咱嘛爱好好啊讲，找找即个解方解药以外，咱嘛爱甲伊好好做朋友，莫甲伊即个病毒吼当做是真正即敌人，真正敌人是家己即个心魔啦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多谢，谢谢，多谢，谢谢。多谢啊，副议长，感谢。真好啊，有这种节目。